王爷兄，王爷兄，年子今年几岁了？小儿今年18岁，不知娶了哪家亲戚？常离婚配。小弟有一言难以启齿。爷兄，你我私语之交，不妨彻夜相告。小弟年已半百，只生一女，今年18岁，常离许子，已配与琳琅为妻。爷兄意下伺候。哎呀，想我家业清贫，门无院士，珍贵高攀。爷兄你太浅了，自古家女则家婿，琳琅家婿也，你不必太强。继母你兄太爱，小弟滚不从命。至于这聘金们，就以此言为凭。万语美则令吾一言为凭，一言为凭。是来小弟高攀了。儿快来拜见岳父大臣。拜见岳父大臣罢了。不的，这儿快来见过你妹婿。是，见过妹婿，见过舅兄。故地只要是家有要事，告辞了。既是家有要事，回家去吧。是。听，宋舅兄。王爷兄，你我今日亲家，要改变称呼了吧？是来要称亲家，亲老爷父亲，李年兄将他女儿周身配与母儿成婚，快改变称呼更是要别去亲家母了。儿快去拜见岳母。拜见岳母大人罢了。二位亲家，内当备得去言，请到内当一言，请。我与也是要与你商量，但是无妨啊。我与一表妹名叫李秀英，我早就想娶她为妻，谁知我那姑爹再将她许配王爷之子王永林。今日千年心来，想过办法，我定要把表妹得了回来。哎呀，姑公子啊，想那李府天亲今日就要出家，老身我有这个婆娘，这件事倒是有些难我。怎么这种事难道你生妹不都没有办法吗？办法嘛倒是有个，不过嘛自生自后，万语所
什么？原来是封书信。顾文友表兄亲藏，想顾文友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表兄亲藏，其中定有心语。关于叶子有说，曾有表兄思念，似有千来竹马，兄妹心生意味，有意中秋一别，曾经常外心的。这盼月老千妹，恩爱恐惧不生。哪料是非上元年命令配乱岁，我在家道王家岂肯得心防拒？若做叶子了表心意，每段时连心意难得，什么中为自己莫有为梦几岁，立志定应连胜八百，连胜八百。要做门庭啊，倒不是长天领导你娘笑，
小五度娘愈财愈利，愈讨愈利个。进门的辰光是出脸红妆，连俺老爷个国运还来着。现日请大公进口一开，俺老爷上京做官起在，老太婆是开心实在啦！哎，方才跑过去个小丫头，好像是新生房间里的丞相啊！丞相啊！哎，丞相哎！啊，见过老夫人。起来，丞相啊，老夫人都要来问问侬在。老夫人问我什么？丞相啊，哪个小姐的姑爷好啊？小姐的姑爷们当然是好的了。好姑，干么姑爷的小姐呢？姑爷的小姐呢？那个小的刚俺我阴阳怪气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啦？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问是非，要是姑爷的小姐可说不上好啊？还说不上好啊？可为啥啦？自从生活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来呢。啊？可听丞相个样子个刚大起来，你那小两夫妻还没同工房？哎呀，阿玲啊，阿玲，侬真的是混子对在啦！丞相啊，侬去不我喊你来？老夫人，是王爷我不管去。可侬为啥不管啦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到书房去请姑爷上楼，我还没说上几句话，他就拿起我来了。要是我再去请他，说不定他会要打我呢。啊！你还要打我啊？可哪个阿玲啊，侬会得变得介凶啊？介好个，老夫人自家去喊你。阿玲啊，阿玲！母亲，上在。阿玲啊，做娘的都要来问侬在，侬来了书房做啥？还要在书房嘛读书啊？读书嘛是要紧的，跟侬读书嘛热里读，跟压力读啥个书啦？去，谁往该去？孩儿不去。那侬为啥不去啦？哦，孩儿读书要紧。哦哟，读书，到光子侬个头。去，不去。可侬今朝是真个不去，还是假个不去啊？不去，就是不去。哎呦，干好个，丞相，帮我脱起才管啊！我的娘个面前还干凶啊！干好个，今朝到底是侬凶还是我凶？丞相，老夫人开口侬同手，帮我脱起。母亲。小弟，老夫人的姑爷上来了。修建姑母，哎呀，好些娃起来！官人，阿玲啊，小五度娘多少有道理，去还个礼。小娃，阿玲啊是个死个头，不懂道理的，看了阿婆个面上，侬不要生气啊！阿婆还要好来去噻，媳妇送我，不要送的，侬啊手动。那侬做啥？哦，孩儿送母亲。哦哟，不要侬送的，侬啊帮我去手动。母亲输啦！小畜生，跑得比我还快了。让我关这个门。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要上书啊！哎呦，叫我关门非要上书，我啊偏不理书动。今朝小夫妻俩做我们在，老太婆啊放心的。
母亲娘啊，娘亲不是儿辛苦，儿要也命难测透。此事一旦传出话，李王两家都认愁。是今是弟弟到京城去。夫人做子我难测透，我再有千般冤屈相追诉，也只有反过怨恨呀心头。记得多，你人家鸳鸯结就心欢喜，我若令娶妻不争错门啊听，他家上曾经一旁书，我面对先生
不晓得啥个事情。陈家，哎，小家无人。阿玲，跑出来。拜见母亲，起来，见公公。哎呀，新妈，起来，起来。新妈，那娘有心来着，不晓得啥个事情，弄到茶开看看啦。婆婆，索性你该有官人查看。哦哟，到底是常师傅的天津啦，可真正彻彻都懂道理的啦。阿玲啊，那有没有心来着？弄查开看看啦。孩儿不要哭。
这几年事，侬到了娘的面前把起架子来讲，侬不可算在，我会叫小姑娘自家看一个。小娃，阿玲啊，不识抬举，侬自家看好点啊。哎呦，阿婆叫侬看侬这光吧，有啥个事情告诉阿婆。我看。心中并不踏实，这是既然是媳妇万有之情，我母亲要我与官人同去一醉。天好老大不是忘记的啦，那好个师傅阿玲啊，拿快点进去往外一场，手脚子马上同声啊。孩儿不去。那，可侬为啥不去？为啥不去啦？哦，没有孙子不去。门前看到王中带下帅那人。这个死人啦，不算子都还是少不来几个啊！小弟，我算子来在，算子虽好，可惜骨子太轻。我也不算子，把侬差可是把我风飞啦！侬这个龌龊上啊！侬不去算子，我会叫小姑娘一个人回去的。好些吧，你不去嘛，侬一个人回去好些哦。伯伯，哎呀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好些吧，那娘这样侬一个人，侬要是不回去，那娘又不放心的哦。哎呀，阿婆叫侬回去，侬只管回去，其实一个过年为我为与侬当家的啊，人不是侬做主，侬不要叫伊回去，我偏要叫伊回去，行吧？侬快点去，快点去！哎呀，快去！哎呀，去！哎呀，妻子，这先生今日为怎样家，分明是有样在先。哎呀，这，我是有道理。
属下，属下。海拉，为娘的心中写着明白，叫你们夫妻同类，为何不请言虚？母亲，公子他与东厂好友为人去了，故儿没有嘞，为人去了。他要我在母亲面前该为人安高飞。这也难怪，孩啦，来快坐下，坐下。海拉，你又不见你谁独了？母亲，好，今日为他家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，我已陪着酒宴，与母女同饮几杯。要问款具上来，是款具上来。来初配，母亲啊，女儿不是冷门的，娘亲你需要多一猜。哦，母亲是苦不与你何不？那步步为人很无奈，他对女儿自动亲生一般。我母的是为娘陪嫁壮年少，我儿
子，那小姐的脸上为何是此消瘦？他哥，想必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便，起居不惯的缘故。饮食不便，起居不惯。好，孩啦，就是回到家来，先在为娘身边多事起身，一切由为娘来照料。你先好好养息身体，今晚是与娘同堂，我还要与你谈谈家上的事。好啦，启禀夫人小弟，姑爷差人送来书信一封，要小弟亲自查看。海啦，让你今在高位娘家，连续做些书信来了。母亲用女儿插手那有谁叫委屈的逃离？母亲，再为娘书信一封，叫也许前来同事也是死了。母亲，官人既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你今日帮女儿委屈，我该是再来指望娘亲。让你嫁到王家，只有一愿，难道只与你婆家，没与我娘家了吗？共做伴，送
你既然要把女儿委屈，有必再来女儿思索一小你。我留你一笑，但又不死了，你要进一步为丈夫其死。我留你一笑，我害你夫妻受尽，死不下来，你一定要委屈我。唐宋为娘竟要逼死在床上，让他母亲你也要委屈不分母亲
你可知道，自从你嫁到王家，大为娘相得。自从我出家后，娘在家中冷清清，好容易盼到我满月归，我指望从今我娘亲，谁知你对待丈夫是何悲叹为了来
不去，跟伊回去了嘛，侬伊下心叫伊回来，伊回来了嘛，侬伊不肯上路，侬到底为啥侬讲？来啦，不挣脱。丞相老夫人，丞相，快对小家说，姑爷来哉。小姐，老夫人与姑爷上来了。伯伯夫人，请上来。来哉。哎呀！起来，秀啊！今朝路上辛苦动作，夜里早点歇歇，阿婆我还要下楼去再啊。秀送动，不要送动，侬啊速动。让我关这个门。丞相个小丫头，干些干巴干在里向做啥？丞相老夫人，丞相，侬在里向做啥？我要侍奉小姐。丞相啊，搿上次姑爷上楼，侬阿拉里向啊？哟，丞相哎，那个小姐嘛，有姑爷来动服侍的，侬嘛小房间里奔高去，我要去。哎，我讨厌啦，小两夫妻为啥父母啦？搿毛病啊，都出来丞相的身上啦！让我关这个门。哎，我不服！哎，阿玲啊，阿玲，做爷娘的辛辛苦苦把侬讨子一房心，可总希望你们夫妻恩恩爱爱，家和和睦睦。可是一年生下来一个儿子，老太婆就抱起个孙子，我是对呀，一对到上家头，人家老太太看见在，哦哟，王老夫人、王老太太哎，侬水里跑动的是啥人啊？哦，哥哥，我阿玲个儿子，老太婆个孙子啊！哦哟，王老夫人啊，侬个孙子啊，个长头皮哟哟，比中长哟！老太婆多少开心啦！那跟侬儿子不养嘛，我也不养一个东呀。那么我还是嫁个老婆，我是昂一昂到胡家头，人家又看见在，哎呦，王老夫人、王老太太，侬水里跑动的是啥人啊？哦，哥哥，我阿玲的我老太婆个外孙啦。哎呦，王老夫人啊，侬啊真是好福气，先开花后结子，来年一定抱孙子。老太婆想想开心，蹭蹭开心，又想又开心啦。哎呦，老太婆啦，想抱孙子，想棍子头在了。那伊拉虽然夫妻玩么和睦，啥地方来个孙子哦？还是顶高。哎呦，
人一人，见那冤家他身上的三毒担我，他今夜起飞要受他犯奸
心怀，还有什么夫妻情？你这样不通情理。
女贵自己家这是我母亲她再三的教导，她知道到了王家要孝顺公公敬父丈夫，想见天下人，我咋不与他给你？他没帮人之交，定要马路随意，名言不正，我要怪我父母是郎才女貌既乱叫，色牛令他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色牛令貌也好，他这也好。我是看不应真心欢笑，但是我东王花中早日呀家子颠倒，我夫妻之争，情义少，我只出娘胎18岁呀，这样的苦吃，我是忍不了。命不好。
李秀英，醒来，醒来，醒来！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裳是你替我给啥的吧？是为亲夫给的，给的好，常来有往。官人，你真要泄恨，你将女生衣裳戴在我的身上，要害我一时功名好多几笔。你好狠的心当年，你将女生衣裳给我身，要害我一时功名可惜的呀。我当时天人岂难多做一帮等天亮，谁不见他生完人，将衣衫盖在他身上。谁知他不仅好一番动怒，他又是骂来又是曹操最大有情。听大母，听说请。是啥个风把侬踩过来了？我来看看我家女儿。啊，好个好个，藤心啊，请小家无女是。快进步，小娃起来，小娃，俺娘来着，快去见个礼。我的海浪罢了，为何不见言许？我去喊去喊你，阿玲啊，阿玲，母亲上在，阿玲啊，哪有母来在？快去见个礼。
保姆。哎呦，小畜生！我家女儿许配于你，你舅母也生有母，难道还怕我谁当不起？好也未尝受夫人，才亏上身，真是有继母必有继女。小畜生！我女儿嫁到王家，绝无过错，只要还我一个逃离。万你逃离不能，问那先生死期。我竟会当着我面骂他，既然要骂，当也不放。杨姨爷，不管，海了，过来！能给我不管，不管。自从你嫁到王家，随行王牛令私自的领受，竟是被为娘亲眼所见，好不叫娘痛心。儿郎，我是在为娘委屈了吧？母亲，要是这娘委屈，他们帮谁知道？生叫女儿是无终身。其算是此，为娘我死有道理。丞相，你要好好扶持小弟，不巧。
因此早晚送他连夜出去，马不停蹄，所有切莫停了。子不小，因为人家弄得是铁点不到啦。李王大，亲家公妹子呀，这是的弄肚子啦。哦，这不是。亲家，请来接礼。有礼。啊，请坐。坐。啊，亲家，不知亲家驾到，有什原因望不见了？休得客套，让我女儿才来。好个，丞相，快请焦家出来。是。哎呀，行啊！哎呀，行啊！拿牙来着，快去见个礼。二哥罢了，为何不见言师？我家也。老太婆还都是昏脑袋啦！阿玲，母亲哪有无来在？我看侬那个办法，孩儿死于逃离。哦，侬有道理，叫做娘个不要淘气噻，快去！
问，你是何人？王月玲，小奴才！正当初我爱你才貌，谁将女孩许配于你？出嫁之时，被家上边把银千两，两夜300亩，10里红帐，还将你家放过巡上，这样厚待于你，难道猎手有误，你都会教不得吗？好也故为官之人，牵肠道断，岂给好些？我女儿有无事之处，你要还我一个逃离。我你逃离不难，你先带女为夫。带女为夫？难道我会养她不服老吗？满说是养她不老，就是另配好门，我王有龄绝无一言。好，你我去修书过来，带我先来。我还没开口，老道统统宽。你看，小女儿，乃是上诉千金，其要去就去，要退就退。今生你往我逃离便罢，要是还不起逃离，呵呵，我岂肯与你滚去？你死去困来，故不与表兄亲。小姨，过来。放风马走，岂能有你？快，亲啊，龙为官之人啊，懂得三从四德，其余不知，在家从无，在家从夫家园内，龙不我所小东娘是从家到王家，愈逃愈离，愈规愈矩，越说越发的事情做出，吃了王家，怕了王家，能不能当来，能不能杀？最近王有龄是生的命说，指望弟弟回来，女儿生缘结生。谁知道弟弟你开开嘴嘛，举剑身上，你看我到底有事做错，你该杀过你的，你还有你死去快！媳妇，这是啥东西啦？婆婆，这是一封信书啊！信书！哎呀，好媳妇，我爱一个信啊！信那个龙的天走呢？人家配给过的信，好的弟弟个，丞相，他们士兵你们过来了。好的弟弟个，好的弟弟个啦！哎呀，老天保佑，这个金丝个背景实在不懂。
老太婆看看都是不懂的。听着，侬看看阿东。牛力，我困脾气不同，你是上了沈家的全逃了。秦守世家，难道这边有错也是假的？不曾是有丞相，问题是你的穿着银线不成。丞相，小家东西是由侬管的，侬胆子放大，有啥个事情老夫人带到，侬就敢放上去啊！小弟出国那天，我明明看见冰月船放在帐内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到枯叶水里去的。阿玲啊，侬个冰月船啥地方来的啦？哦，那天花烛之夜，孩儿在房门口拾得的。房门口拾得的。那天周离开新皇帝，只有我的丞相两家头没有看见啊。老夫人，周离开新皇帝为省内部。来呀！就让省内部到来。省内部，你可审视这封书信与这只牛转吗？啊，老身不知情，不知情。我问你审视不审视，并未问你知情不知情啊？这只牛转我审视的，是一家小姐的，这封信是啊，这封书信老身不知情啊，不能查，不能查。省内部，一封平常的书信，你怎么一看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？万事不知情，还你不当不早。来呀，与我送到4城。讲，这都是公文有差的之意啦。因他看中你家小姐绝情不忍，万岁心，因此他让我偷得小姐的冰牛转，他又写了信书一封，与命我将信书又转对了小姐的心房之中，与阴阳王公子看见，好出3岁的姻缘啊！这都是公文有差的之意，你老身不管啦。来呀，将省内部给到原衙审问。你本是离家正子，掐住了我家草，为吾心中死刀鞘，朝中落步无为正，死其女儿不能报，我上有藏虎断路，二老心虚一大炮。你万人为吾委屈了吗？来呀，听吧，当朝为夫。
母亲，娘啊，孩儿知错了。娘话门弄不讲，四门弄不响。哦，今朝你们人家弄得天天把东弄到来讨鸟子呀！来，孩儿好悔呀，回呀，我女的回来，母亲。当初不听娘教训，尽做了不听不义人。娘啊娘，手印啥有长无短啊，你叫孩儿怎做人？外望娘亲来做子，从今娘亲言语句句听，母亲，因为听娘讲我在，干好个起来，多谢母亲。阿玲啊，今年是特别之年，侬上京官考起，要是有个月光棍子，有我面前有个交代，所以我都娘面前赔个礼，还可以付天无目。娘叫侬上京官考起，侬气不气？哦，孩儿真明白。好过，快点进去整顿营长，马上同生啊！母亲，娘子病重，望望母亲多多照顾。晓得个，用不着侬操心，快去。哎，这桩事情要是三光啊，阿玲一家头，也是寡妇的个。
请讲，请讲。为夫妻媳妇度娘啊，给我换他出来。丞相，换小姐出堂。与请小姐来了。娘子，请来见礼。哎呀呀！相母与水英虽是夫妻，恰比生成骨连理。她乃是一位千金小姐，我理该称她一声小姐才是啊！啊，小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哎呀呀！我真无度，小母有令今日得中头名上元，他乃是上元夫人，我理该称他一声夫人才对呀！哎，夫人才对呀！啊，夫人，下官这厢有礼了。夫人，我的夫人
来相劝。当初迎娶你到我府，我本是新婚燕儿亲两圆，都只为文有17年，你家造新书头月转，诚心插在我夫妻，害得你我化作枝叶不断冤，见证了托起中爬路，他用尽心机也忘传，此情是迈不下哟文有事，我与你夫妻从此再团圆，夫人过去之事你莫再提，夸手官高来见我心酸，怪爹娘错些错许错配人，配了你这个为人为你为心欢。我年人好声好气好言文啊，你恰是恶言恶女恶得快，你不该不生不想不离，一猜你为什么要为所为心爱又拉拽？我自比呀最苦最难，直到今你爱得我可爹可娘可上官，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，你才该去娶一个美的美貌子美拽拽。神出心意转，你看他龙门高挑，多快手听的称来我心欢，你就给予他父亲
起同断冤。哎，小婴儿啊，你层层忘恩地亡这姑娘令铁官苦，难挂女儿把我冤。我也许呀要送公官，你死去送，地狱不地我不过。拿去拿去，愿一命，要令他在金榜题名中长远，嫌犯虽苦尽富贵，你快进文官呀来相劝啊娘啊娘，难道你见白子子多亡可记得我满月自己为娘家，他比我是谁叫而去谁叫做可记得母亲你那人到王家，他尽管有母，我不叫家母还，可
是无地转，我这姑娘里多少家啊娘啊娘，难道你一点不积怨？定的女儿心当昂，此日不要你娘多管，她是国多上富而不怨，管她上事情他不肯接同款，还请弟弟去向啊劝出事年少无知差无端，光水云长着数全。母亲，你去相劝娘子，她一定会听的。不去，去呀！不去，去呀！不去，当真不去，也不去嘛，自家不去。好，也罢。母亲不愿去相劝，高中堂愿也忘过。去！哎呀，我咋走不得，走不得！哎呀，干嘛让我去多多美看？多谢母亲，你的原点是。我的心
个手心肉，哦，谁不多娘侬是我个手背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太婆杀不得那2块肉，媳妇啊侬心宽宽起舞啊舞，免得媳妇来听呼呼，阿里从前太亏侬难为今朝，陪才是来认错，侬可以跪到西，哎呀跪到东，谁哭的跪的是红啊呼呼，希望侬三番不离，你是长远不做要去湖上做，各种就叫年事报啊，侬夜里养媳妇最好见哪个，听众婆婆最崩溃，高明夫人与侬做啊，为兵你买老啊婆婆，你何必苦苦相劝我，夫妻不世间有我不明多把手折磨媳妇甩中兵，幸亏你婆婆相聚养我，婆婆啊我不愿与他夫妻我，只好过问你老婆啊婆，媳妇侬是一样帮着你演哪个，所以都来么两一多，千错万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的侬总不错，媳妇侬今朝夫妻我，一大团圆是老花虎，媳妇侬咋不肯夫妻我啊，我个问人家要结果，竹林女婿要谈人，害得我婆婆是人难做，阿玲是心思总要见你路，王家后头要断相顾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，这一样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，媳妇啊我马上进结婆婆，手下门关夫妻婆啊，婆婆啊我不愿与他夫妻我，不情愿你做待他龙凤公，你情愿你做当场来凤公公，我也得个好见老婆，所以为难难受。阿玲啊，侬啥要夫妻好